要嚟玩遊戲啦喎，想唔想贏獎品啊？大家感覺上好似唔係幾想喎，想唔想贏獎品啊，朋友？All right，好，咁我哋就嚟玩遊戲啦。阿雨神啊，我哋啱啱嗰套衫真係好正咯，我模仿你嗰套啊。但係你嗰套正啲喎。唔係喎，我套好多年㗎啦。多謝雨神。嗱，今日咧係阿陳老闆喺度啊。係。今日有5位幸運兒係同你嚟個零距離嘅接觸。哇！你抽過5位朋友。好啊好啊。我拎住你抽，拎住係啦。5位係嘛？5位。咁我一次過攞晒5張出嚟先。嗱，邊個想零距離接觸嘅俾啲掌聲聽下先。邊個？11號。哇！係㗎，電梯壞咗，行樓梯。個電梯壞咗，小心下。好，慢慢行下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請我哋嘅導遊第2位咧。係，第2位係 I 區喎。哇！呢度啊！哇！邊個想落埋嚟啊？12排嘅朋友喺邊啊？哇！12排。舉手12排，7號係啦，慢慢嚟 ，OK。第3位幸運兒，咦 ？C 區喎，C 區喺邊啊？C 區嘅朋友，第7排，第7排。哇！呢個號碼好正嘅，大家都中意嘅。8號，好，恭喜晒。第4位8號好，哇！真係每一區都有喎。係咩？嚟到 D 區啦。D 區嘅朋友，哇！呢個都係好正嘅，就係8排啊，第8排嘅朋友。第8排嘅朋友，考試最中意攞第幾啊 ？Number 1第1號，8排第1號。咦？真係每一區都有喎。係咩？C 區嘅朋友 ，C 區喺邊度？咦，又再翻嚟喎！呢邊喎，第7排嘅朋友，第7排喺邊啊？第7排有兩個喎，第9號，9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咦？有嗎？啱去咗洗手間係嘛？咩話？嗱，我哋讀3聲公道啲啦。係。咦？唔係喎，有喎，2位喎。哦，2位喎，喺度。OK， 係啦，呢啱好啊。咦？我哋有1位、2位、3位、4位，仲有第5位朋友，好。因為咧，我每次咧，我出席咁多個即係嗰啲晚宴又好啊，乜嘢嘅宴會都好咧，總之係抽獎嘅，絕對冇我份嘅，所以我從來都未抽中過獎，所以咧大家都唔好唔開心啊嚇，因為我明白你嘅感受。見到你就開心啦嘛。好啦，咁我哋先玩遊戲啊。第一個聽音樂，咁咧你就行出去要講咩歌名，跟住唱埋落去。哇！唱埋咁難啊！好，因為我就準備咗有3個女仔歌，2首男仔歌，咁咪先放女仔歌啦，放個快啲嘅，一聽就明㗎啦。我哋試下。係嘛？識唔識唱啊？身體緊緊貼我，還從眉心開始輕輕親我。係啱啊，冇錯。Thank you， 就係冇錯，壞鞋係啦，係啱嘅。啱嘅。係。咁啊，稍後先啊，雨神先頒獎先擺低先。好，第2位先。冇乜掌聲，好難追人喎。哦，呢個男仔歌嚟嘅，雨神唱歌嘅。係。快落去。
有可有回頭多少個秋，轉變了卻必失去，你卻在手。我的都沒有，無法解釋得失錯漏。剛剛要我望到，便跟愛，不知哪裏追究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好犀利啊！係啊，好在佢係靚女嘅雨神，如果佢係男人咧，我同你我就冇得撈㗎啦，真係。好，我哋輪到第三首。第三位啦喎。係。睇下係咩歌先？佢話冇乜掌聲。耶！台灣歌。係呢首一首福建歌嚟嘅，台語歌嚟嘅。那山搖搖搖的模樣，為人體搖來搖去，紅紅的你安靜，相相思思，永遠是兄弟。到條目屎，也是極加笑來嗨來跳舞，腳步也是你人，不管你是啥人，介意當作平凡。我真係第一次喺我唱台語歌，好犀利啊！呢個獎品唔係送俾你嘅，唔係我咩？我唱晒啦喎！咁我知道係咩歌先，講到歌名都得㗎喎。舞女咧，佢嘅台語名咧叫做 Bulu， 係 Bulu， 係啦，點解要攞獎品嚟就個 Bulu 咁啊？好，第四位啦喎。好。我都唔知去咗邊度啦，我暈咗。我轉到唔知轉到暈。Music， 嗱呢個考人㗎嚇。係。呢首係鄺美雲小姐嘅歌曲，未曾深愛已無情。你未唱嘛係嘛？未唱啱啊！唔識唱係嘛？估唔到，我俾個貼士你啦，聽你嘅音樂 music， 你哋俾啲貼士得唔得？嗱，好犀利嘅 Anita， 嘿，點啦？我隨你靜默在我當中。仲有得撈，因為5位靚女嚟唱歌啊！
琴晚你勁啊！琴晚你表哥一唱我哋係冇得撈啊啦，表哥。Thank you， 係啦，多謝雨神，多謝我哋5位靚女，希望現場啊萬幾朋友俾啲掌聲，多謝我哋今日呢5位靚女，佢哋就係我哋好出色嘅，一睇個個都好斯文，有着褲，有着裙，啊呢個係着褲，啊呢個係着裙，個個都咁斯文，影翻張相先，係啊。哦，我from Thailand 嘅朋友啊 ，thank you， 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。你唔好喊啊，大佬！下次話 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首先，yeah，好 ，thank you 話你講英文係影相就係雨神 ，OK。